美國隊嘅艾堅拉迪和發球啊，啱啱咧就已經係攞咗1分啊！美國隊咁啊一個虛攻咧就喺黃一梅嘅身後啊，咁啊中國隊咧就佔唔起個波。咁啊見到中國隊咧喺頭先休息嘅時候咧，就係換走咗薛明，咁啊換上咗全隊身高1.96米最高嘅徐雲麗上場啦。而家咧就係喺中間苦攻，單手托夾硬打，再修正翻俾呢邊咧陳麗儀4號位打，又俾人攔翻嚟，再係陳麗儀4號位再打一球，好嘢，打個短斜線，拉順咧係部位都救唔到。呢個球要讚一讚倪秋月啊嚇，一路咧就係跑緊出去啊，咁啊背傳一個。黃一梅回飛，好嘢救到，陳麗儀打攔到，好嘢陳麗儀翻手救翻個波，再陳麗儀，哎呀打個虛攻球驚啊呢個！珍惜落場機會啊！咁啊教練呢喺呢一局咧再度咧係擺翻佢上場啊！咁本來咧就係揾阿范琳琳咧係代咗佢噶啦，俾佢休息一陣間，第3局而家咧翻上嚟。咁中國隊咧係3-1啊，僅前2分。食叉燒啊！黃一梅發球咧凌厲，送個叉燒咧係俾中國隊4-1啦！而家去到啊，即刻咧係哇！美國隊嘅教練咧係發表戰輪，即刻咧叫暫停啊！咁啊，一方面咧就錯一錯啊黃一梅嘅發球輪次呢個凌厲嘅攻勢啊嚇，連續攞咗幾分。咁啊，美國隊咧就除咗係有，我哋見到咧就係郎平小姐，咁佢咧亦都係嚟捧中國隊場㗎。佢而家咧就喺呢一個廣東嘅恒大嗰度咧，係教職業隊打聯賽。好冧網，姚偉打好嘢，史高拿救起個波，再俾翻呢邊咧，姚偉再打好嘢。哎呀！呢個波係判俾中國隊啊！係啊，咁啊見到徐雲麗去攞個波嘅時候咧，美國隊又伸個手過嚟喎。4-1啦！咁啊見到阿布朗啊念念有詞啊，係咩過咗網咩？佢係咁諗啊！哎呀，好！黃一梅發球咧都俾到咧對方一定嘅威脅啊！咁啊，可惜呢球波係發球出界，2-5啊！美國隊咧落後3分。好啦，何家嘅發球好勁㗎！跳發，張蘭搶得網啊，唔錯啊！哎呀，呢個波唔到位，拉順打，哎呀，黃一梅咧瞓到盡啊！好嘢，張蘭翻翻個波過嚟，黃一梅咧係救翻個網，好波！好啦，斯高拿上網，回飛，搞掂啦！布朗，美娟都係唔夠力量啊！喺嗰個位要佢接呢個一傳咧，好困難啊！個波好大力，太快啦，布朗。曾德平太平紳士，咁啊仲有咧隔離咧就係啊，見到陳亞瓊啦，哇，好厲害！發球咧又直接得分，4-5啦。呢個何家咧連續咧係發球咧攞2分。陳麗儀打，何家救到波，好嘢！拉順咧就咧佢用一個咧虛攻球，放喺後場。好啦，見到咧就係張磊入場啦。
張磊咧好有力量㗎。咁啊，睇睇啲新人咧能唔能夠啊喺呢啲咁亂嘅時候咧可以發揮到啊一啲作用。何家仲係發球，張顏上網，俾翻呢邊咧陳麗儀打難到，哎呀呢個波危險。好啦，交叉掩護，好嘢俾張磊打，交叉掩護俾張磊喺3號位打，真係有啲新意嚇。我張磊咧係一位副攻嚟㗎嚇，咁啊第一次出現呢個咧戰術，佢係交叉掩護。效力上海隊㗎。徐雲麗發球，回飛，好。馬韻文咧同陳麗儀上去攔網嘅時候咧慢咗，6比6，哇！喺俾美國隊咧係追平手嚇。中國隊第3局不容有失啊！如果唔係咧就3比0輸啊！張顏上網，張磊打喺2號位打好嘢。張磊打波好爽㗎，佢有勁㗎，打波有勁㗎，亦都有一啖火。但係咧香港站咧係到而家先至第一次出場㗎。哎呀，揸得揸埋咗添。佢咧係用盡咧嗰8米嘅自由區咧嚟到發球，咁啊，我諗佢哋想發個短嘅，點知就落咗網，7比7。又平手，布朗發球，就俾張磊，係陳麗儀將，好嘢，打運彈手出界，8比7，咁啊，中國隊咧領前咧第一次嘅技術暫停啊！咁啊，黃寶全教練啦覺得咧首發陣容既然唔能夠確保可以攞分嘅時候咧，就不如換啲新人上場試下啦。咁啊，徐雲麗咧就換呢個薛明啊，咁啊張磊咧換呢個李娟，張磊咧就接應二傳，徐雲麗打副攻啊，咁啊的而且確咧有啲咧係唔同嘅係表現啊。李娟咧，如果係對住美國隊呢啲咁強嘅隊伍咧，即係下下都有 power 嘅，李娟係蝕底少少啊！佢係比較單薄啊。係啊。咁佢啊係靠快啦、多變啦，同埋一啲虛攻啦，咁樣樣咧佢係可以攞到分。咁但係對住美國隊真係張磊可能會力量強翻啲。冇錯，咁啊睇下繼續嘅比賽咧係咪可以咧繼續有好嘅表現啊！現時咧係8比7，中國隊領前1分。陳麗儀發球，湯姆上網，回飛，又射係嗰個位，好嘢。啊，美國隊咧嗰個係進攻嗰個咧係勁度咧比較強啊，真係啊！喺後邊防守咧，即係中國隊咧真係有啲艱難啊。會快，張顏上網，好，又俾張磊打後排，唔得啦，睇死咗啦今次。話中國美國隊適應得好快啊！呢個陣式咧頭先只係用過1次攞分啫嘛，即刻咧一見到張磊喺後邊咧，就知道佢想打個後攻。哇！哎呀，呢個就唔夠經驗啦。墜落㗎呢個球。亦都好難怪㗎，飄起嘅，但係佢墜落，飄起墜落，啱啱擲界，10比8。兩個都係望住個波咧，冇攞到啊嚇！兩位都係較新嘅球員。回飛，報到位啦，格拉斯救翻，再俾呢邊咧係湯普打，難到，好嘢，黃一梅瞓身救呢個波，安全。格拉斯俾翻咧係2號位打啦，冇啦。喺度，賀家嗰啲波咧又變化多端，見到黃一梅同埋馬韻文已經係佈好晒位去攔，都冇辦法俾佢哋咧，就係俾賀家打咗個手隙。
11-8，咁啊中國隊落後，即刻防保全教練要暫停嘅。我相信中國隊應該至少可以攞翻1局對上，然後先至再睇下文。我睇翻慢鏡先，何價哇真係超晒手啊！佢唔係好高，但係佢嘅彈跳力真係好驚人啊！咁啊何嘉咧，如果報上嚟睇咧就1.83米，應該又唔止嘅喎。睇佢拍埋其他球員嗰度，咁啊報上嚟就話係1.83米㗎啦。好啦，陳麗儀上網係麻麻地，黃一梅打又俾對方咧後到路咧，3個人攔網成功，貝飛咧打落去又夠到，再一個啦，可以攻黃一梅咧，張顏